请那个参加祭祀的所有演员，请参加祭祀的所有演员到各就各位。我们的祭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舞台上的父老乡亲们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祭祀，然后仪式才好完整的举行啊！给大家看。 请舞台上的父老乡亲离开一下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安保人员把舞台清理一下，请我们的安保人员把舞台的台口清理一下，就是我们舞台上的口的前面清理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技术人员准备。 那人家把苦的嘛的，我干嘛？ 有工作量哈。
那拿钱的吗？我要压我们这个嘞，这个压不得嘞，这个压不得嘞，这个500块钱可了哎，你们不要压，不要把价高了，这个压太了。两个在这里头来看表演是吧？你们要进来不嘛？我晓得你们要进来噻。我进来，我们在这里头看下子嘞。啊，这还得那边弄啥？新房子的要不然这边过山用过去做，他们又过生面了。啊，过山做了看就是。就阿弟去，阿弟人的山。60了，60。你看到我们的情况。好甜，好光这个一比啊，啊，这个。第99啊！我要50。
小嘛，我谢谢。我把一起了，我口交干啥？我都是打。那打手，好漂亮。那边的下定啊，是永远无期啊。
叶这个还有，咱看吧。好，我们尊敬的各位来宾的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居然古国魅力皇庭1年1度的农历的4月初八祭流节。接下来，请大家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左手边，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4只脚爬上我们的高梯，请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左边，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4只脚爬上我们的高梯。我们祭流活动当中比较精彩的一个瞬间，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用光着脚爬上我们的高梯大家注意看。好，准备开始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一步台阶光着脚爬上高梯，现在正准备往上爬，大家注意看。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的高光有愉快的步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爬上我们的这个高高的顶峰，把蓝色的红布取下来，说明来年我们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好的，现在即将要爬上我们的高梯的顶峰了，大家注意看一下。
好，红布一倒数啊，一九不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单位过来呀。好，新年民族英雄继续进行。好，请旋转一下我们的刀杆，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族英雄。好的，现在准备放下。小菜，小菜，这里，这里。好，现在注意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啊。他们呢？他们呢？你把那满是孩子起来，跑到外头坐起来，小心娃进来，小卫生照可不嘛？上冈山、下佛海，这像学佛啊，一般是在我们农历的4月初8，清明节这一天上，在我们的贝雅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祭牛、祭祀活动当中，贝雅4月8这一天，4月初9都可以看到上冈山下佛。我们的高山爬完过后，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进行下火海，就是光着脚踩过烧红的铁板。把你的脚给我们的媒体朋友，给我们的所有的游客朋友看一下。好的。紧接着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我们的下火海，下火海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将会光着脚踩过烧红的铁板上，光着脚踩过去。好，请那个我们的游客朋友让一下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
英雄终于在解决了。这个烧红的铁板，它对光的脚就是四个脚，然后踩过这个烧得红彤彤的铁板上。也是，比如说在家里面有一些老人不好啊，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话，来，你走过了啊。身体不太好的话，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背着你踩过我们的烧红的铁板的话，就可以身上的病魔驱走。再回来。好。脚给这个或者是美女一下。后来他又卖的爱国家就买过来，请柬你看嘞。上刀山。啊，你看，买过来，老公就看。上刀山回到我看的。卖了。是的，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回到原位。是吗？我看他在那个。将继续。舞台上的杨回家这个地块子好不好？回到原位，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回到原位，我们的祭祀活动继续开始。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表演才能更好的完成。场地的那些媒体朋友可以观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表演马上继续。刚了，我把血盆，红花酱油。他们就只拿他们再去看看。啊，附近个楼子在哪里？干什么？这个在这个走上。没听到。啊，我下那个了，对没？啊，你唱歌满屋也好看的嘞。为什么我这么吃？
你咋了？来成都这边是挺多的。龙龟呢？阿弟是吧？那这边不能做那个，我们做在这边吃。帅走过来的。搞做路面干了是。
艺术节，艺术节。现在我宣布，华明县第5届盂兰文化体育节及2017年飞营雅4月8苗族祭牛节正式开幕。下面有请开幕式节目主持人黄晴玲和饶红云上台主持节目。我那个就是这个就那半天是我主角走吧。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走进居兰古国魅力黄皮，参加我们黄埔县第5届居兰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宾朋友走进我们1年一度的飞云崖，参加我们的祭游仪式活动。是的，再次欢迎朋友们的到来。来到我们美丽的苗乡河寨，迎接你的不仅仅是一道道弯弯的牛角酒，还有那一曲曲粗犷激扬的苗族飞歌。是的，那么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呢，咱们的苗族阿哥阿妹们也用他们的方式来迎接咱们4面8方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请欣赏舞蹈，盛世欢歌。左边，看看，左边，你怎么样？
是吧？别了，喂，嘿，来喝茶了。好的，谢谢我们。多动单哦，你是这个，现在就把下的名堂啊。亲。你现在啊，过去下酒给我好哎。我走不了，我走不了不行，啊，我走不完，我走不了，你千万走不了，啊，走到花篮那里。Hey!
好的，欣赏完我们精彩的刀舞过后，在场的各位领导，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节日快乐！我是欧桑，我是出生在黄平，我的家乡离飞云崖很近，每一年我都要回家乡过节。但是自从我们出去上学，在外工作之后呢，很多年了又回到家乡了。今年呢，看到我们的节日盛会还是像往年一样这么热闹。所以我特意呢邀请了我们黄平籍的，还有我们在外的苗族姑娘们，我们的歌手们回到了我们的飞云崖，为大家献艺。那今天的活动现场啊，我看到有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还看到了有外国的朋友 ，Hello, welcome to my hometown, welcome。还有很多贵宾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所以今天特别把一首《山水贵客》献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黄平做客，谢谢。一首《山水贵客》。
起想起，一碰一口，情被如年记忆，万古凡尘都在我将心里，感觉我心变了心流，到此已经再没有远离。天下归根，长江请记得我的怀念，想起来我忘不去你，好年华都有知己，寻知。在这里呢，我也祝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一步一击，运出我的警惕，不梦惊怀，不容人间四季，带着我闪回的难忘，到此已经来不及想起。一碰一口，情来容年记忆，万古凡尘都在我将心里，感觉我心变了心流，到此已经再没有远离。流天下归根，一路长江，请记得我的怀念，想起来我忘不去你，好年华当有知己，寻知。谢谢这首《山水贵客》，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将要请出的依旧是我们黄平级的一位代表，他是我们贵州省新闻旅游形象大使，他的名字很动听，他的名字叫阿窝挑，酸汤妹的意思。那今天还请来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来自台里的苗族姑娘，她是我们刚刚选拔中国苗族织花比赛呢获得了季军，也是我们苗族著名的歌手，她的名字也是很动听，苗族名字叫阿娘尼，意思是美人鱼的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杨一芳阿窝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有请。飞
大家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朋友朋友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朋友朋友心连心，友谊地久天长，地久天长。干青山，干一杯，干一杯，干青山，大家一起干一杯，干青山，干一杯，干一杯，干青山，大家一起干一杯。谢谢。好的，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些服饰，都是从我们贵州省民族文化博物馆里拿出来的原始的服饰，来自贵州每个地区的民族服饰。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苗山汉子上山打猎的一种场景。接下来，最为隆重的黄屏盛装改良的苗族服饰我们的苗王、苗后上场。苗族，天下苗族不分界限。你们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是我们黄屏的盛装，和我们黄屏的苗家阿哥阿妹谈恋爱上如方场谈恋爱的意思。你们面对的右边是我们黔东南州台江县的苗族盛装。接下来我们的来宾朋友看到的是我们黄屏的苗族老年装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的老头，我们的苗家老头也是特别的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盛会。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黄平县第5届聚乐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演出到此结束。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飞鱼崖，我们黄平等您来。朋友们，我们来年再会，再见。